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朗然峰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朗然峰呢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899尺，入門口呢已經係訂做咗一個鞋櫃同埋儲物櫃，之後轉個彎呢就到咗長方形嘅客飯廳。客飯廳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而且仲有對流窗，兩邊窗開晒呢就做到通風對流嘅效果。客廳呢係附設露台嘅，依家就係從呢一個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屋苑平台花園嘅泳池景觀。單位係屬於3房嘅間隔，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同樣都有兩邊窗，採光度亦都相當唔錯。主人房浴室係有窗，採用浴缸嘅設計。另外兩間客房嘅面積呢，大家都係差唔多。下次就係採用淋浴間嘅設計。廚房呢就四正實用，見到呢做咗好多嘅櫥櫃，配備名牌嘅煮食爐具同埋各類型嘅廚房電器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工人房，仲有工人專用嘅洗手間。工作平台就係喺工人房對出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